嘉义阿里山的这个春仔地，伫清明过后，差不多开始要满地啊。不过即阵啊欠雨水，这地远个无水通压，地树是袂发炎，甚至开始打冷起。地农就咧烦恼讲，今年产量可能会减5成以上。一边乌一边青，同款的地形地层煞无共蓄水。地农讲，较青的部分是因为有用湿地来护水，乌的部分都是真正欠水的所在。这都是有发芽起来，像这你看。 伊规丛安尼就拢无发，即摆就是无法度个生长，可能爱看较慢去，看伊会个吐起来无。啊，像你看这吐起来嘛是拢无讲足水的。嘉义县的春地清明过后就会当来采收，但是今年到今也是无水，地农损失真大。嘉义县大阿里山地区1800公顷的地形，目前受影响的都500公頃左右。根据各乡镇公所的勘查回报，那整个茶区受损的状况至少减产40%以上。地农讲，会当挽的地品质嘛无讲介好，为了减少损失，毋是无挽，就是提去做发酵的红茶。农业处表示，已经开放地农申请补助，如果符合标准，1公顷是550，希望减少地农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